景重复上映在眼前。今年夏天有种令人不舍的感觉，徘徊在你我之间，抹去彼此留下的泪水，重新展开笑颜，各自踏上锦绣的明天。7月份的时候，那个表演。
代表我们学校参加西兴区的语文竞赛，我们学校荣获国小组团体的第3名。现在我们要请6年5班的陈英慈来代表，把这个奖项献给学校。